自我2025年5月18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世世代代的基础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90篇第19、17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诗篇第90篇。上帝重用的人，摩西的祈祷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还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，讲人啊，着回归原本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，亲像暗暝的一更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亲像草早起时复眼，早起时发起来茂盛，暗时凋谢打去。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，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。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面前。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，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，阮的一生亲像吐一个气，阮的岁数不过是70，若勇行通到80，阮会当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，人生亲像竹杯，1万年久就过去。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？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？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怜悯你的仆人。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，互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。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，求你嘛互阮一生享受遐济欢喜快乐。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。主阮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互阮，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。求你互阮的所做拢行通。世世代代的基础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。对文学背景来看，诗篇90篇，通讲是对诗篇89篇所提及以色列的流亡问题之回应。诗篇89篇最后关心的问题是：倒位是我的家？阮流离飘动，要到佇时才停止？阮受掠，要到佇时才结束？阮佇时才会当搁再转来到应允之地？诗篇90篇甲咱讲，真正的答案不在伫土地，是在伫上帝才是以色列世世代代的基础避难所。诗中讲到世世代代敬上帝永恒的属性，上帝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。诗篇90篇甲读者带转去大卫王朝和建造圣殿之前的时代，直到摩西的时代。迄时阵无君主的政体，也还无圣殿，以色列人甚至也还无带点上帝应允的土地。尽管安尼，以色列人还是会当透过祈祷甲上帝建立关系。第19、第20讲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还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
这两节经文通讲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仰宣告。不过，因长路时的经历，甲经文所讲的拄好相反。伫亡国狩猎中，人民失去家园，也失去平安。因个世界好亲像伫眼前崩塌。虽然是安尼，伫绝望和破败中，当王权这是即份圣殿和土地拢受剥夺的时，上帝子民的信心被迫成长。伫内忧外患中，因搁再透过摩西的嘴，表达出对上帝的信仰告别。摩西吟诗上赞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是世世代代的基础，你是超越一切的上帝，一切拢只是短暂，只有你是亘古永恒的。诗篇90篇用一种搁较清晰的视角，展现永恒基础和永恒王朝。上帝家己成就伊子民永远的基础。伫人类的世界中，世事变动，人的性命既短暂，搁充满罪恶。当人的短暂甲罪恶遇见上帝的永恒和圣洁，诗人指出，人的出路是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的心有智慧。伫遮的智慧，并毋是技术，也是机能，甚至毋是自信，也是控制。相反的，这个智慧是人承认创造主对生命的主权，对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，搁愿意将性命交予创造主，互原生短暂和充满罪恶的人生得到上帝的救赎和恩典。当人有安尼的智慧，就是以上帝做世世代代的基础。诗人指出，咱的性命亲像一声吐气消逝，伫短暂的岁月中，不过是劳苦愁烦。总是当人伫上帝的真理甲恩典中，学晓孝顺家己的日子，人的性命就通得以受重新塑造，成做新人，过有意义的人生。默想，我伫上帝家中是永大，还是暂时照大若定？我伫上帝家中是永大，还是暂时照大若定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亘古永恒的上帝，我歌颂你的永恒甲圣洁，感谢主的救赎，互我进入上帝的永恒里。愿你用真理教导我，互我注目看耶稣基督，无互世间迷惑，无受威权胁迫，无活转身离开你，一生跟对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